非，難得並沒傷感，依依不捨顧慮，重拾昨天樂趣一堆。曾經每一天相約找你離去，陶醉我的故事，互相勉勵去追。曾經望着天空一起哭泣自睡，臨別說起亦笑相對。別要依然相信以後有緣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愛自己，在最好時刻分離，不要流眼淚，就承諾在某年某一天某地點再見。以後有緣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愛自己，在最好時刻分離，不要流眼淚，就承諾在某年某一天某地點再見。希望大家唔好等，即刻打電話嚟捐款熱線支持玉樹嘅朋友。Thank you， 多謝大家。除咗呢晚嘅籌款活動，各界嚟緊亦有好多唔同嘅募捐活動會舉行。黎明亦呼籲大家多多支持。中國人喺唔同嘅地方都會表示我哋自己嘅關注同埋會獻出我哋嘅誠意嘅，咁所以我相信每一個活動雖然災區嘅朋友未必可以睇到，但係呢一份心意嚟講係呼籲大家一齊俾一份心意出嚟去幫助災區嘅朋友。除咗今日嘅演藝界籌款活動啦，咁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喺嚟緊嘅星期日，佢哋都有一個籌款活動嘅，咁到時我都會去參與嘅。咁成個細節點樣佢哋研究緊，因為始終UNICEF 係要一定會支持參加嘅。咁嚟緊等 UNICEF 嗰邊佢哋自己向大家公佈，我哋星期日點樣做啦，都係籌款活動嚟嘅。